来，是铁粉的先刷铁粉上来，来再来，所有人开始公开分享。我等下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每一个人拢先分享一届啦，好不好？来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铁粉的朋友。即摆吼，咱讲真的啦，今仔日开这档直播啦，这一档直播就是针对一个叫蒋小雨的人啦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蒋小雨啊，等一下事情的经过，我都会跟你们所有线上的朋友来告知一下啦。这人偌过分啦！好，来告知线上各位朋友们，一样是铁粉的，再帮我刷。你妈的追加咧！你即摆是当做啥小啦？啊！你即摆当做阮咧做直播的人，拢足好骗的，足好欺负的，就对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等一下问你们一下吼，这样可不可以提高诈欺啊？好不好？啊，每一个人呐，先帮我公开分享一次，450人，一个人再分享一次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开始分享音乐。来，每位朋友一样，持续的公开分享。刚进来的朋友一样，个人版面、各大社团都先帮我们分享了。右下角的爱心按赞也麻烦线上各位朋友持续帮我刷整排。来，是铁粉的，一样持续帮我刷整排铁粉。小雨是谁啊？来，音乐暂停。有人咧问讲小雨是啥哦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若讲要看小雨的吼，等下我开伊的个人档案，来，搁有伊的身份证啥，我全部拢铺出来互恁看。吼，咱一件一件代志来讲。吼，但是我讲真诶啦，400几个朋友啦，我希望讲恁所有线顶的朋友，每一个人拢先分享一届，好不好？来，会使无？来，有分享的打已分享，来，小帮手分享次数就会几届。来，有分享的朋友一样持续帮我刷上已分享。有分享的先打上已分享3个字啊。来，目前分享次数181次。来，430个，180人分享，敢会伤少？太少了、好不好？来，一个人搁分享一届。来，每位朋友再帮我们分享一次个人版面以及各大社团。咱今日吼，这档直播啦，就是针对这个什么讲什么小雨的啦，就是你啦。是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来想要看对话的刷+6一下。来，想要我们公布对话的朋友先刷+6。来，有想要公布对话的，有想要看的朋友刷+6一下。来，有想要看的朋友先刷+6。有想要看刷+6。来，刷一整排+6，460人。做人免伤超过啦，哦，我的干你娘鸡掰咧，欠人教。恁爸足久无共教啊哈？是。我拄好教你这颗真生拄好啦，刚好就好。咱讲一句话啦，欠钱还钱啦。天公地道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一个人再分享一次，1分钟之内，1分钟之内先破500人，好不好？来470啦，来，1分钟之内先500人，咱开始讲代志。来，最后1分钟哦，麻烦线上各位朋友，每一位朋友再分享一次哦，1分钟之内先给他突破500人。我已经给你偌济时间啦哈，你知无？真正是吼破病死因啊！75年厝的啦，比我较大呢，75年次呢。啊，你讲话遮无信用吼，啊，无要紧，恁爸即摆开直播来甲你开副本，无要紧，拄啊好。来，等一下吼，来人数已经超过500人了嘛吼。是。来，有想要我公布对话内容的朋友，所有人帮我刷+6上来。有想要公布的全部刷+6。哦，有想要看的每一位朋友都一样，先刷+6。来，伊真正的本名叫做蒋瑞宇，来，甲拍出来。伊本名啦，拍出来，叫电脑迄边拍出来，会晓无？一进来就哑了，又怎么了？哦，代志的经过我等下讲互大家听啦，无要紧。来，本名拍出来，这就是他的本名啦。啊，高雄旗津人啦，各位朋友，高雄人啦，基丁的啦。
我讲真诶啦，我自以前到即摆，我拢足愿意甲任何人斗相共诶。我毋管我有甲你见过面，无甲你见过面，哪怕你只是个网友，我愿意，我有能力的范围内，我就愿意去帮你。但是，请你不要给我当成随便哈。真正一寡吼，够干低无生的啊！你妈咧水假咧？来，好啊未？他那个瑞找不到了，三点水的瑞啊，找不到啊。那有可能？对啊，我拍看卖，日乌的瑞呢？对啊，结果没有3点水的。啊，无迄敢叫做瑞？那有可能？迄又无呢？讲什么？迄字叫做什么语啊？你不要用日，你用了看看，了啊，用了看看，不要用日。了乌的乱呢？瑞 A 不是日乌的瑞啊， A，对无？来，无要紧，等下我先甲伊的本名来，我先甲你问一下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一个字怎么念啊？有人知无啊有？人打出来了。迄字叫做啥？谢小什么的，这字叫做啥啊？瑞吗？怎么了呀？对了，大家知道就好，没关系。三点水那个是瑞吗？对，有人打出来了，谢小瑞。来，甲伊指定者。了 U A 干嘛呢？俊吧。俊。俊了，安怎俊？喂。来，迄字要怎拼啊？俊。有人打俊。俊啊，俊吗？俊啊，俊对啦，打俊看看。俊啊，我拍出来啊，蒋俊宇啦，这个人叫做蒋俊宇啦，哦。无啊，我讲真诶哦，做人拄啊好就好啊吼。无过分吧？欠钱还钱，天公地道吧？是。无过分吧？是。来，把它置顶上来。哦，用我们的那个有吗？置顶起来了。来，置顶了啦吼。就是这一个人，他的本名。来，各位朋友注意看，我现在来公布对话内容。这个人，来，所有线上的朋友，我有讲过一句话，你们记得的，帮我打记得一下。我从以前就有说过，不管你今天是酸民朋友，还是任何的网友，还是铁粉们，你们只要有任何有困难的地方，小弟的能力范围内，我愿意帮忙。来，记得的吧，帮我打记得。来，线上各位朋友，记得的朋友帮我打记得。哪怕你今天只是一个酸民啦，我讲真的啦，你今仔日有任何什么困难啦，我拢愿意甲你斗相共。来，有人会记这件代志无？有人会记你无？来，记得的朋友帮我刷一下记得。我已经去过他家发传单了，你有熟悉哦，轩啊，这人你有熟悉哦。喂，啊啦，哎呀，我要开直播啊，哦，先来，我这2天客互你啦，哎呀，我先开直播啊。来，刷一整排记得，有，大家拢知嘛。大家都知道。今仔日，咱讲一句真诶，你今仔日有拄着任何一个艰苦，吼，不管你有啥物艰苦，小弟啊有法度甲恁斗相共，我尽量会甲恁斗相共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照拼照行，讲会到爱做会到。是。好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来，我现在公布对话，我公布对话，恁看这个人偌夭寿偌过分啦。来，这个10月5号的时候，他说凯宾在吗？安安，我讲你好。哦，我自我介绍，我算是你的粉丝之一啦，没有跟你买过东西啦。嘿啊，我讲感恩啊，怎么做都有酸民啊，做好自己就好，对吧？嘿，好来，过来就无开讲啊。哦，来过来，10月5号，这是哎呦，讲一天呢吼。来，10月5号下晡3点，这个人叫做蒋小雨，开始一直搞我密，凯宾在吗？哦。对啊，我在忙。好，来开始啊！凯宾，抱歉打扰到你一些私人，原因在外面一个人打拼啦，不跟家人也不跟朋友联络逼不得已的苦衷，相信你懂的。第一次跟你谈话，我来就是希望你什么呀？恁家己看啦，我袂晓念遐济啦，厚着脸皮啦，借我1000块生活费啦，10号就寄还给你啦。
重点是遮啦。哦，啊来，伊嘛互我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啊，证件嘛互我啦。来，有看到无？10号领钱就要还我钱啊！来，我讲账号给我吧。来，互我账号，伊有互我账号。来，伊的资料伊家己传到我的，毋是我传的。哦，来，伊的电话啦，你有看到无？哎，伊家己传的。我讲有收到吧，转过去了。来，收到了，谢谢你，凯宾，真的来。直播完了吗？来，即摆他都要借1000哦。尾下佫甲我讲伊网路费到期啊，要佫甲我借偌济？899啦。我甲讲哦，1000块你可以吃饭就好。今天5号，再等5天，没网路不会死，没吃饭会死啊。啊，属实吧？我借你钱是要互你食饭，毋是要互你用网路呢，对吧？结果伊先走去买网路啦，10号要还我钱。哦，这2000块把自己弄错，甚至让你开副本。好来，我讲没办法救伊，1000就是1000啦。有借你1000块，你生活费就袂歹啊啦。来过来，哦，我讲不用对不起啦。哎呀要记得借钱没关系，要保留自己的自尊心啦。我是想讲伊会还钱啦，结果咧，对不？好，1000块够生活费到10号，差5天而已啦。哎呀，其实可以吃饭就好，没手机没网络又没关系，熟悉吧？你巴肚枵死啊！你敢会烦恼？你即摆有网路无网路？对吧？对吧？来，温饱最重要。来10号啦，10号国庆日哦该拜一早领薪水，会当互我用到拜啦。我讲可以，来谢谢你。甲因搁借我500，因为未领钱，我拢无甲插啊。我讲你不是领钱要还我钱。伊甲我讲伊宿舍有门禁啦，明仔载透早啦。好，来我账号互伊啊。看卖者，人怎失踪去啊？来，即摆人怎失踪去啊？即摆人失踪去啊啦！今日11月几号啊？哈？12。各位朋友，咱讲真诶啦。任何人有艰苦，小弟仔拢有义务，毋是有义务呢，是愿意伸出这个援手。我感觉讲无偌济钱，1000块帮一个人度一个生活，1000块我甲你讲啊，线顶的朋友，1000块毋是啥物大钱啦。我嘛袂因为这1000块我会善家啦，但是借钱还钱，这是一个感觉问题，是，对吧？咱讲真的啦，我打电话给他不接啊，有要接吗？对吧？他家地址我有，你认识是不是？轩，这人你有熟悉哦？欠钱唔还钱啊！1000块我是感觉无啥啦，但是重点吼，1000块借了，就要搁借讲要用什么预付卡，要啥小哩哩扣扣，无搁应搁借500。来，我明天去。来，我等一下给你们地址啦。要地址的私底下跟我要啦。真正有够过分的呢，对吧？天风20万，人家天风说1个月还5000啦，好不好？一个月人要还5000啦，莫伫咧黑白看啦。即摆甲蒋小雨的代志，为了1000块开副本，不是吗？这是一个感觉问题呢。咱讲真的啦，这不是啥物大钱嘛，唔对。但是恁老爸、恁老母教你讲，共借钱是安尼吗？你们全台湾。所有人，不管网友也好，酸民也好，你们有任何困难私讯我，我能帮忙，我尽量帮忙。是，我出自于我的好心好意，唔是安尼互恁糟蹋的呀。我唔是欠恁的，你知无？我帮你打电话去要吗？可以，你打电话去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，给我地址人在奇经，我等一下给你，龙井你帮我私讯，这是感觉问题啊。伊甲我讲伊无通食饭啊啦，用要枵死啊啦。我汇1000块先借伊食饭啊。咱讲真诶啦，饭食了啊，总嘛是主要是食饭嘛。尾下1000块甲我讲伊去纳什么网路费啦，对无？是，可怜啊。我讲真的啦，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变这样吗？这不是金额的问题，不是多少。今仔日1000块的，我就看清一个人啊。若偌济，若100万嘞，若500万嘞，1000万嘞，对吧？有人传说他们也被骗过。谁被骗过啊？那他说他那个地址是他表
来，谁被骗过的？来，那个玉成你好啊。网友叫李威成，李威成，你倒位甲置顶者？在留言私讯后台。哦，李威成嘛，伊留言后台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个人叫做蒋小雨，他会给你身份证，然后他会四处的去跟人家借钱。啊，咱讲真诶，咱今仔日开这档直播，毋是1000块的问题尔，是足侪人去互骗的。是。哦，你知无？是足侪人去互骗的。我想讲1000块，互人度3顿；1000块，1000块可以让一个人度3餐，度5天，我感觉有价值啊。是。对吧？没错。我刚才直播也是要警惕线上各位朋友注意这个人的。无啦，咱讲真诶啦，是因为伤侪人去互骗啊啦，毋是讲今日讲这1000块的问题啦，是很多人都被骗过啦。这个蒋小雨，很多人在后台私讯了嘛。是。来，那个牛头梗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为了一笔生意搞到快包起来，我跟你说啦，生意做个人的啦。吼，啊，莫讲用迄种什么垃圾布要去甲人安怎，要去甲人伫遐咧抢人的生意啥吼，舞到尾啊吼，咱讲真诶啦，无必要啦，做好自己就好，我就规规矩矩，他妈的，我做我自己的生意，就这样，你都不跟我联络无啦，那有，哎呀，那有可能无跟你联络，你就无靠我啊，对啊，爱心被滥用了啦，我说真的啦，他的人格就值1000块，电话打过去给他，来打电话给他。那个他的电话吼，0901，有人加他的住址。没关系，0901 078后生码不要念。41，安尼41，然后第上尾一字是安尼。哦，无要紧，咱即摆敲电话位。为着1000块啊，为着1000块啊，毋是啥物大钱啦，我嘛袂因为这1000块我无饭通食啦，我不会啦。但是这是一个感觉问题啦，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啊，咱讲真的啦，做直播卖讲，你们刚刚说的那一件事，我大概知道啦。无要接电话啊，这人无要接电话啊。转接语音信箱。我为着1000块，我落去高雄找伊要创啊，聊游题吗？我为了1000块，我下去高雄找他干嘛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感觉问题，你知无？恁听有意思无？今仔日啦，恁所有线顶的朋友啦，你的兄弟姊妹，你请伊食饭，恁请伊1万的无要紧，但是伊欠你100块，爱用无？爱。100就是100，少的还少的，是。小请还小请嘛。是。天猫节问题。无啦，咱讲真的啦，今仔日咱台湾不管安怎啦，你自己的人品问题而已啦，好不好？干你娘，鸡巴的！最后一个字是3啦，我刚刚没有我现在最后一个字是3没有错啦，我们没有连在一起呀，我没有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是。我说最后一个字是3啦，对不对？电话一直甲卡，你电话一直甲录到伊接为止。我讲真啦，这种人吼，你莫当作我可能袂落去高雄哦，我若拄好落去，我是真正会去找你啊。蒋小雨，我知影你有在看直播啦，他应该是有在看直播啦。我讲一句真的啦，你就不要让我去高雄找你，1000块嘛，对不？都1000块嘛。来那个，不用下来啊，高雄的铁粉会帮忙处理。来，我明天决定去刺青，左虾皮右淘宝，然后等我刺完，再跟你学直播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去刺一个淘宝，再刺一个虾皮你刺完，你记得拍照给我看，好不好？你记得拍照给我看呐，好不好？有懒人包啊，没什么事啊。我就说真的啦，有的人就是连1000块、100块，就是被人家看一个人格啦。我是感觉做无价值的啦，
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今仔日啦，不管安怎啦，你欠人钱，你就是爱还钱。你敢讲当时就是当时爱互人的啊。去高雄要回公司不用啊，不用要回公司啊，去跟他要钱而已啊，1000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，那落去就可能爱搁讨一寡油钱嘛，对无？爱吧？哎呀，哎呀，甲讨2000块啊！哎呀，我感觉合理啊，没有懒人包啦。哦啊，你们酸民要看的就看啦，啊不看的不要在那边三炮两炮，唔免伫遐规工伫遐543，好无？啊，你若要入来我的直播台，伫遐咧讲倒一台安怎？我咧讲，阮即台无咧参与别台安怎？阮即台就做阮即台尔。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是。来，你可以开直播借钱给我们，喊也不错，什么意思啊？伊咧讲啥啊？来，凯宾，不好意思，后面的香水有在卖吗？你要哪一支啊？你要哪一支香水？来封锁啊！哦，酸民该封锁的封锁掉就好啊，哎，该封锁的就全部封锁掉就好了，听有无？哎，直接封锁就好啊，该封锁的直接封掉就好啊。用脸书借钱吗？没有错啊，啊就借1000块啊。呛我的人是怎样？谁呛你啊？这刚进来叶冰生，这刚 gay 哦，啊，可以吧？